过1个月就要过年咯，真侪民众到网络购物平台去这个款年货，结果利用店到店交货方式去提货。不过有网友讲奇怪，有一寡店到店煞未通。原来是因为有一寡店唔敢过来接单咯，因为即摆逐工拢用正把手的货物来处理，已经填出来，参这个走廊通道拢来放货，真正是唔敢过来接单咯。购物平台免运费，大家收钱买。即摆有网友讲袂当伫家己铺子店领货，就网络问大家讲到底是安怎？这全省都有这个问题，就是当它货量已经达到饱和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关闭。不过它还是继续出货。今哈，自从虾皮来以后哈，这出货量真的是大。开店了就是出货量越来越多，会来这取货的几乎拢是咱铺子给来这较济。有人附一段影片，讲仓库底袂落去啊，佮讲逐工拢有超过100箱的物流箱啊，根本就无量上空间来放啊！拜托大家赶紧来领货。即摆规间店蹲甲强要无靠路，规条通道拢是这货物。网友嘛讲，这个物件话拢摆到外口去啊。年货提早仓库无位通放，店外物件嘛强要放无路啊。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都过年前哈，都塞住，并有99元的免运活动。之前有堆到这么多吗？之前堆到走廊啦，这次比较夸张，连外面都有。除了店内有真侪货物以外，外口嘛有真侪准备要收回去的空箱啊，可见这个物流量真正恐怖。高雄这边开一个拍开，内底嘛拢甜甜。收到货大概多久时间啊1个礼拜之内吧。超商嘛明显去感受到，为了要应付过年的物流，走到伫店门口穿大型的架啊，因为依照英国的经验，拢会出现这个货物蹲甲像山同款的画面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